家好啊，我係林太嘅。今日咧就同我先生啦，同我小朋友一齊嚟迪士尼玩嘅。就好多謝主辦單位香港輔導婦女聯會啦，今次送贈今日嘅免費門票，令我哋咧可以一家人一家大細可以玩一日啦。因為平時咧都比較昂貴，好少嚟嘅。係咯，仲有今日可以又參加咗做義工啦，令到識到好多義工朋友，以後都可以做多啲義工啊，回贈下社會啦，係咯，感謝，好感謝。呢次活動對你哋嘅家庭有咩幫助咧？有㗎，因為爸爸又可以同小朋友一齊啦，多啲親子關係啦，咁我哋可以帶小朋友，因為小朋友都比較少嚟啊，少嚟呢啲咁貴嘅遊樂場啦，咁我哋就可以同小朋友玩下、交流下，等啲小朋友可以見識下多啲可以玩下唔同嘅遊戲啊、唔同嘅公園，因為平時都喺公園度玩嘅，好少嚟啲，因為比較普通家庭都比較少嚟嘅，所以都好開心啦今次。咁識嗰啲義工，你會覺得點咧？識到義工我又覺得好好，點解我平時好少做義工嘅，今次就好多謝係啦，金明居然叫我做義工，我就覺得以後可以多啲做咯，因為都好簡單啫，就係咁樣，就唔係話好複雜，就係咁點下名啊派下門，就可以有時間可以多啲做義工咯，回贈下社會咯，回饋下社會咯，係咯。大家好，我係喺香港教育大學讀 Master 嘅黃思源。我一直都好中意迪士尼嘅卡通人物，但係我覺得佢嘅門票有啲貴，所以我遲遲都未嚟到呢度。今次咧好多謝基金會同迪士尼嘅公益支持，俾我有呢一次機會去感受佢嘅氛圍同接觸嗰啲卡通人物。所以今次我一定會盡興去玩，唔會辜負呢次難得嘅機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Linda 啦。咁我平時咧都有參加一啲港島聯嘅活動啦，做咗一啲好多義工服務啦。咁我都好希望可以聯繫到社會啦，塑造出更加好嘅社會環境，令到市民咧都可以有一個更加好嘅家園啦。Hello， 我係 Yoyo， 咁呢位咧係我媽媽啦。咁今日好開心啦，就係因為平陣時咧迪士尼門飛好貴啦，大家都知。咁而平陣時屋企啦都可能冇時間嚟迪士尼啦。今日好開心就係有呢個機會可以入嚟迪士尼啦。咁同媽媽一齊共享天倫之樂係非常之開心嘅機會，屬實難得。而同時咧今日都有好多唔同地方嘅義工啦，咁我哋都可以彼此交流啦，即係我哋做義工嘅心得。咁亦都令到我學到咗好多啦，都識咗好多新嘅朋友，好開心。而同時其實平陣時咧，除咗今日之外咧，其實我哋都會去唔同嘅地方做義工啦。我媽媽都經常去唔同嘅地方做義工，咁其實我覺得呢啲都係好寶貴嘅經驗。咁有陣時媽媽都會帶住我去做義工啦，咁都覺得呢啲經驗都係非常之難得，亦都令我學到咗好多。